点这里继续你们继续的送去你们送不下的要的，但卡上拉美生今日咧意的忙不就係休的，我哋春季你呢課程嘅第呀3日。兄弟线下边嘅拉美生意的说，参上琴日咧样就我哋娘出的，講到關於我哋多就上司嘅特什么都質，这个我鸟了着，就由这嘛於喺一的为啲經典當我中那水描述咧里啊，這個偏到嘅一啲特質咧就好哪里面的吧？太多。这一路上呢。如果我哋那青年冇知道了去總結歸納嘅話咧，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嘛就写都咁就會代理呢。對實際嘅情況咧那這樣個幫助唔係咁大。他不如不知道了查上邊呢？呢，可能家當別嘅咩如果嘛將呢啲特寫吧跟這邊的質簡要主要嘅概括咁樣講咧，當話送這嘅，他呢任你能就力查的譬如話，要的，江姆伯大師富士師傅嚟啊，達多倫多車咧係一位做同時修持呢一個加當派嘅考他決，不如就可能呢，同埋密勒日巴修行嘅傳承嘅一位大師嚟。佢係一生之中咧致力於自身於修行嘅實踐。另外咧，佢亦都係專注於鼓勵其他人咁樣去實修嘅一位大師嚟。咁佢亦都係咧成為咗西藏修行傳承教法嘅偉大嘅開創者。佢係一種咧，唔單止係教員，係唔單止係空談嘅一種教員咧，而亦都係一種實際修行嘅結合嚟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對於呢一上司嘅一啲特質嘅概要嚟講咧，就所以咧佢講嘅就非常之重要啦。就譬如喺呢個法會開示集當中咧有講到。喺呢個譬如又講到咧喺經續當中講法咧，講述到咧上司嘅特質咧，要總結起嚟有3點。第一點咧就係傳承教法咧要唔間斷嘅。另外第二咧，呢位上司要性格良好，即係有慈悲嘅心。第3點咧就係要捨棄咗呢個低劣嘅心態，就能夠成為一位咧能夠生起恭敬心嘅一位對象。咁而另外咧係金莫巴表兄 Kemba 咧，佢喺佢嘅法會開示集當中咧，亦都有講到，雖然密宗同埋顯宗每部經典咧都提到上師嘅特質，但係達波倫多車佢講過咧，斷絕今生嘅牽掛，以一種大智慧去引導其他人走上正道咧，就同埋要同時間唔可以捨棄大悲心對於佢嘅弟子，咁先至係屬於一位真正合格嘅上司。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咁簡要嘅一個部分嚟嘅。咁另外咧就係宗喀巴大師喺佢嘅顯密經論嘅著作當中亦都有講到，而喺佢嘅教研當中咧，主要依據咧嘅啲經續啊同埋注解嚟嘅講述咧，係而佢對於呢個時事法50頌當中有注解到講到啦。如果又將呢啲要點簡要歸納嘅話咧，具有智慧嘅弟子咧，應該咧要揾具備有5種功德嘅上師。呢5樣嘢咧，就係第一樣就係呢個大悲心，第二咧就係對大乘法咧有堅定不移嘅信心，第三咧就係通達共成同埋不共成嘅論著，第四咧係能夠極為善巧咁去引導弟子嘅次第修行嘅，第5咧就係佢
由於佢嘅約束自己生意嘅不良嘅行為咧，而已經去調伏咗自己嘅資金㗎啦。咁另外咧喺第一世進攻嗰支太爺咧，佢亦都有講，用啦太爺咧佢就係藏地咧學識係最廣博嘅一位大師，喺佢嘅呢個知識寶藏當中有講到咧，關於上師嘅特質咧。喺知識寶藏當中有講到咧，關於上師嘅特質咧，喺前面咧有總結到，包括咧從金剛持至到而家成熟解脫呢啲傳承不間斷，亦都冇混入咗一啲錯誤嘅一啲東西當中，咁同埋佢嘅能夠持守戒律、誓言同埋修行，而佢亦都有具有呢個代代相傳嘅口訣同埋通達經論，特別係密續嘅意義，同埋佢咧要具有呢個利他嘅慈悲心，呢啲特質咧都全部包含喺裏邊。所以咧，一般咧我哋會聽到上師，我哋就會諗到咧，主要咧我哋就會諗起咧，講起上師，我哋就會諗起就係我哋要請求灌頂嘅一啲上師，或者值得我哋去對佢去請求灌頂嘅人。咁關於呢個上師基本嘅特質咧，喺西藏嘅大師宗喀巴大師嘅《密宗道次第廣論》當中亦都有講到。西藏嗰啲大師亦都有講到，最主要咧有3個條件，有一啲西藏智者都咁認為。首先咧，佢要完成咗灌頂，並且咧係遵守誓言同埋戒律嘅。而咧亦都通過見過上師嘅傳承實修，而了解到咧10種真實義，並且咧係精通灌頂嘅儀軌。咁另外咧就係曾經修完個前行，得到咗本尊嘅允許，而未被禁止嘅。咁呢啲説法都完全係正確嘅。之前有講到德尊乾巴、貢布大師、宗喀巴大師、用嗰啲太爺等等嘅一啲講法，我哋都引到出嚟啦。所以咧就我哋要去揾一位咧有啲咩特質嘅上師，我哋先至去求受灌頂。咁總之咧就有好多係關於啲上師嘅特質咧，就好多嘅講法嘅。如果方面咧，我哋去觀察啦，知道具備以下嘅特質嘅上師咧，就真係如佛陀一般咁稀有。如果我哋能夠遇到呢啲咁嘅上師咧，就會自然咁生起咧，真係視佢為真係佛陀嘅一個想法。咁呢係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當今嘅時代當中咧，要能夠完全具備以上嘅所有嘅特質嘅上師，真係非常之咁罕見。
都是管不了的。真正印度上在这切的这边创过哪了呀？缅北点边，米大年就是泰戈尔帕巴点由於咧，真係边算了，好難會揾到做以上点边坦巴完托了全具備就是，呢啲特这些人質嘅一位大为上司咧，做就点不着，这些这送图啊。但看到了呀，就所所属于以喺点啊嘅那麼點，優同所屬的那品當原點中有講那麼近，到醫治低真正劣者就那麼點咧就會古羅馬退步，多邊，醫治相所屬的當者咧就保持原點現狀。所屬那邊如果醫治高都會是，尚者啫，那麼就能點點嘅話，夠獲得更加那點了殊勝。偏都是給個嘛咯。所以咧，因此我哋應該要醫治比大家能自己更行，但高尚空度寫嘅一啲不能上司。行嘅，就空度，但那麼青年幫助個青年的，點這個青年往不去送錢，但看到空度寫不能行嘅，那麼被捐他們這買的吧，原點他們就藏定嘅，拆件被所以咧，我馬哋就上被藏定嘅，並冇辦法咧，捐被完全去獲得好似之前所講嘅，完全冇過失嘅買不，或者具備以上嘅一切功德嘅上司咧，這是頭先講了好係的，好難嘅。那這印度三大，我就特別搞笑的是呢，但係咧都應該要避捐的開呢啲原點過失，什麼的，捐原定原點或者有具有呢啲功德嘅一啲上司，或者同呢啲功德相等嘅，或者揾一啲避免一啲過失較多嘅上司，都要避開嘅可能。譬如如果我哋要醫治嘅話咧，係醫治一啲點樣嘅上司咧？喺真實醫治當中咧，有講到咧，喺呢個爭論嘅時代影響下咧，上司存有呢啲過失或者功德相混雜嘅情況咧，而亦都唔係絕對咧，所有人都能夠遠離呢啲過失嘅。所以因此咧，我哋應該咧詳細咁觀察呢啲功德較多嘅上司，而咧我哋作為弟子咧，就應該醫治呢啲較多功德嘅一啲上司。咁喺呢段經文裏邊咧，就講為唔知。講完咧就係上司咧，並唔係我哋隨意就可以醫治嘅對象。就點解咧？因為醫治上司咧係為咗要成就自己今生來世嘅願望，係非常之咁重要。因為要成就我哋今生以至來世嘅啲願望嘅一位上司嚟，所以唔係咁容易去醫治嘅對象。所以咧，我哋要盡可能咧保持一種客觀中立嘅一種態度咧，去考察呢位上司係咪真係具備呢啲特質咧？而亦都要咧，我哋要放眼一個更加長遠嘅一種睇法咧，而唔係只係憑住一時嘅情感，亦都唔係咧要因為受住其他人嘅啲傳言啦，或者指令啊，或者一啲固執嘅一啲意見咧，而去影響我哋去選擇上司嘅因素嘅。譬如話有位人同你講話，哦，你一定要跟呢位上司有一啲咁嘅意見咧，一啲咁嘅固執嘅意見咧，唔係話我哋一定要聽嘅，因為咧對我哋嚟講，醫治一位上司係非常之咁緊要嘅一件事咯。所以一旦我哋醫治上司之後咧，無論發生一啲咩嘅事咧，我哋都唔應該失去信心同埋我哋嘅誓言嘅。所以咧，亦都我哋如果觀察之後咧，見到呢個上司100%唔具備呢啲特質嘅話咧，
我哋就可以開始保持距離啦，或者可以保持中立，但係咧就唔好出言去批評，否則咧亦都會有好嚴重嘅過失。所以咧，我哋都要必須要咧謹慎咁行事嘅。咁當然就係講緊我哋觀察咗上司之後，我哋就要堅持啦。喺上一堂裏邊咧，我哋都有講到咧上司嗰啲特質啊。如果我哋要揾一位具備呢啲特質嘅上司咧，而我哋咧能夠得到一啲點樣嘅利益咧？例如話，哥本哥大師喺佢嘅呢個法會教研習嘅諸萬當中有講到咧，對於具有呢啲功德嘅一啲上司同一啲堪為法器嘅弟子相聚嘅時候咧，一剎那之間咧，就已經成就一切嘅功德啦。咁另外咧，哥本哥大師喺佢嘅教研習嘅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呢個道尊 Campa 嘅問答集當中亦都有提到啦。當一位正義嘅上司同埋一位合格嘅弟子賜予咗一啲真實嘅加持嘅時候咧，一切嘅功德咧都能夠喺一個剎那之間咧就匯集啦。呢個就係法性嘅真理，佢亦都會咧獲得三世一切上師嘅加持，獲得咧一切經論嘅加持，或者獲得一切諸佛菩薩嘅加持，甚至咧係一切空行護法亦都會聚集於此。咁呢度都講到加持呢個字啦。一般而言咧，喺哥本哥大師亦都有講到啦，一切大成嘅法咧，都係源自於加持，特別係一切嘅密法咧，亦都係源自於加持。尤其我哋呢個那洛巴嘅傳承教法家珠派咧，完全都係源於加持嘅。而我哋整個傳承咧，有好多嘅成就者，無有間斷咁啊，而亦都係屬於加持嘅教派嚟嘅。由於我哋加舉派嘅呢一個興盛咧，上師係能夠令到弟子成熟解脫，而弟子咧就如同頂戴嘅珍寶，如同保護我哋眼珠，咁真心咁愛戴我哋嘅上師。咁另外一位咧，珍巴格倫大師咧，亦都有講過咧，如果對於上師嘅虔敬冇相離咧，冇離開嘅話咧，一直喺一齊嘅時候咧，雖然咧我哋未能夠通達佛法，但係咧就已經足夠。無有呢個口傳嘅教員咧，亦都足夠。禪修嘅境界咧，亦都係未生就已經足夠。本尊嘅感應咧，亦都係深切已經足夠。或者空行護法嘅守護咧，亦都足夠。唔至到財神守護聚寶咧，亦都足夠。施主聖地福田咧，亦都足夠。如意寶珠珍貴咧，已經足夠啦，亦都圓滿啦。所有呢啲一切都
就係因為我哋對我哋嘅上司嘅權敬唔相離，就已經成就呢一切啦。就好似呢個文中當中咧，麥城嘅上司係非常之重要，尤其喺加舉派傳承當中咧，師徒嘅關係係更加受到重視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呢個上司嘅重要性。所以咧，我哋點樣醫治我哋嘅上司咧？咁喺呢個士師法50頌當中咧，又繼續講到。咁而宗喀巴大師佢有一個科判咧去解釋嘅，呢個係就比較容易理解嘅。做大啲啦，嘛呢？這種個別嘅，種個別先別嘅呢，拉曼個別別，甚至係教員邊啦呢？得了啲，下半年要個不是啊？得了拉曼點別書，點書寫別對寫呢，內容都超級書面不切。那拉曼點別書得了呀，記得點不提米色，點書全都是書面不切。但係呢，點書記得點不是啊？得了呀，俺團成你也不切。大體呢，電子我嘅團寫不得了，那麼電子多點把給不寫不啥，你也不切。大體他告訴我的考圖要是電子給不寫不啥，得了圖也沒有。但電子給不寫不得了呀，那誰個要你冇個不幫？我哋就已經喺前一睇咧，就關於講説嘅部分喺呢個士師法50頌嘅科判當中講到講説醫治之法，亦分為兩個部分嘅。係遠離不敬與呢個云何為修敬咧？然後遠離不敬咧，亦都分為4個部分啦。就係呢個遠離輕毀、遠離惱觸其心、説不願見嘅過患。然後第4咧就總攝奉語。第一咧就首先就講到咧就係點樣去遠離對上司不敬嘅行為啦。咁其中咧提到遠離輕毀嘅，或者係遠離惱觸上司嘅心，3個方面嘅。咁之前有講到咧，當我哋要揾一位具備呢啲特質嘅上司咧，並且咧喺佢嗰度咧投受灌頂、口傳同埋教授嘅話咧嘅時候咧，佢哋嘅師徒關係咧就建立起嚟啦。咁就必須咧要手持呢個相關嘅誓言。例如咧就喺呢個湖北觀呢嘅傳記當中亦都有提到。有人咧就問湖北觀呢喺有個地方咧，嗰度有一位喇嘛咧，正在咧進行一個偉大嘅灌頂儀式，點解你唔去參加咧？然後湖北觀呢就回答啦：如果接受咗灌頂之後咧，而係唔需要守護密乘嘅誓言嘅話咧，就能夠成佛嘅話，我就會去啦。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而係需要逐步所述咁樣去講嘅呢個誓言嘅話咧，我就會好畏懼啦，我就會好怕啦，而無法接受到。所以咧，我就唔會隨便去跟隨一位上司去接受灌頂。湖北觀呢直接講咩叫做持守誓言咧？就係要咧服從我哋嘅上司，
啱啊。拉美给嘎住么住啥的，来拉不只要嘛的是，刚才说了，拉嘛餐厅几个嘎住过也为呢，當全民把现如在他果我哋要服们这嘎的從我哋上司，掉下来其實唔容易。这里就當然啥呢？我哋要服從得一送下嘎了位具有好要的是。資格嘅一位上司，那么我哋餐厅拉埋门呢，都是嘎啦来拉不的，嘎来啥呢？他一学嘅啲非法学嘅行嘅两个一為咧，都會切，今違背佢哋嘅天有两个一切，教導，嘎的一切比呢，他就这样，所以咧这就其實那么可能係餐厅里好難咁面就啥，守全護呢個民不都是誓言。切比呢？那么的头等干抓给如果呢位要嘛的是，拉嘛或者上司这里的唔都是来做資格拉不的是。嘅話咧，那么餐厅这一边，那就喺個世間法或者全佛法民比两个各方面咧，钱送了，那么从餐厅里头满年不吃的，都可以咁樣都滿年不吃的，第一家当輕易咁干多的，樣去服这里從就啥呢？佢嘅話咧，啊，这拉面夹住啥的，来了不需要嘛，来咁就一起去，會比較容看他，易啲啦。哎，他如果归那个的送的，大太阳看到这上啊个通知啥的，但是当我通知啥问题了说，大看到通知忙不休息，也别个他，可能能就用啥都送过来吧。所以講到呢個密伊呢，他乘嘅通知誓言咧，早晚都吐啥的，哎呢，那麼的就吐的。真係唔太係陽，他並唔係不如這咁容易啊。個炒水可能落來啊。那麼前天點啊的咁上啊個，但係咧就那麼嘅特度嘅通知總意味是，總括嚟講咧，呢個誓那呢言咧同通呢個密知的了，乘有關通係，知的年年都送些這些，看到了，就好似高賓大師喺佢嘅教研摘要都有講到咧，上啊個通知醫治一位具德嘅上司咧，那麼嚟啊，就即係呢個密乘道呢法啥呢？呢，係究竟嘅誓言。所以因此咧，要務必咧謹慎守持呢啲誓。通知送過來的，是不是看起冇得？但既然通知送啊啥的，但我俾人天生，所以咧，弟子咧就必須要守持同埋醫治上司各種嘅誓言。咁譬如我哋講到呢個誓言咧，同我哋而家現代嗰啲法律咧，違反規定咧，會受到懲罰咧，嘅概念係有啲唔同。근데 다들 좀 무슨 보이나? 그 예제 포함 근데 망고 좋은데 도와. 어디 뒤서로 제제다 상하냐면 제대로 사는 아주 망고치기야. 譬如有啲상하사들의 進步嘅國家咧，都會遵守法律啊嘛。我哋而家喺現代社會當中咧，有好多嘅法律，當我哋咧就會違反一啲法律規定啊等等啦，我哋會受到懲罰啦。咁其實同呢一個現代嘅一啲法律當中誓言，我哋講嘅密乘嘅誓言咧，概念係有啲唔同嘅。미 튕규 망보지 기타 배는 이제 팀들 디지털 미수에 시작해요. 다 미수에 팀들 디지털 미수에 시작해요. 디서르지 팀들 디지 마소는 예제 포기야. 대는 신들부지를 삼다음에는 빠진 적이 있어 말이야. 상하가 담지 순서사야 돼. 저 로마 人意所需嘅，但廿零的，所以咧就係我哋違反規定咧，就會受到懲罰。點解咧？因為密乘嘅誓言咧，因為佢每一個戒條咧，都係同我哋嘅弟子自身嘅啲修行直接有關係。那马上去就上啊，同志是马上就对面都上正路，俺上边呢，就假如开把拉巴都打假个，就出现的是忙不起，或코로나了呀呗，那同志没送我贴了单呢，那코로나了那不是用开不是难找的，코로나了呀，所以好多呢啲戒條咧，但係코로나 亦都係這邊的真的是來多啊，呢啲弟子遇到好多困難啦，或者遇到啲咩情況，所以先至去制定。亦都唔係一啲死板板嘅啲規定，或者因為過去嘅啲弟子曾經遇到一啲情況，而制定嘅一啲密乘嘅誓言嘅戒條。所以如果能夠去持守呢啲誓言嘅戒條嘅話，咁就係師徒兩方面咧都能夠保護嘅。所以咧就係每一條戒條咧，就係對於我哋弟子咧都係得到保護嘅。所以唔單止因為誓言咧係弟子方去持守嘅，而係咧師徒雙方都要必須要去守護。
所以唔單止係弟子一方，係師傅咧、上師都一樣係要去持守嘅上面。lama yin la lama yin be mu da musu mu de sha me da kan da kan ne ne ka shu ji tamsi sa da lama ni ge sung ga ji che ga ma da lama ji bi sung ga ji che ga ma da 所以啊，这咧，呢，那这等于光是学不能行，他因為当了，弟子需要守上拉面了，護我，自動就去送用上用没師搞了呀，唔需要自動就守護呢個去那諗法咧，看不的，其實就看起係唔同到現在嘅。我就特別簡單說，天外天來念吧，那早譬如都我他喺無不寫事情，上文續嘅第14自動的條唐不的，根本代序當那麼中咧，亦來呀的，都有你就提到，寫的，那麼因為來呀，金剛持那咧問題不需要，啊，他曾經提出講過咧，成就幫的，係那隨從上自動師而的唐不的嚟嘅，底下的，提出早都所以咧，我他們，因此對於那麼來呀的，上師嘅興你位咧，就係就寫的，第一那麼來沒有嘅提出，但自根本動寫的。代序啦。就譬如就係去輕視啦、辱拉美自罵上動能司啊同步，安尼拉曼念沒等印巴等咧，能行，我哋要我不吧，拉曼我不吧，第一絕對要避拿落來呀，免嘅就係我哋拉曼來第一念吧，條嘅沒吧了，說吧，根本代某個吧，序。本書的，還不如送呢，天呢，安尼咁喺呢個拉曼來《史書法呀，安尼，五十頌》當中，呢個論語咧亦都有書信的，講到咧，你就看這印巴的，安尼，我哋點樣可人結束，以看是避提我來呀，免人結束，說不多，蔑視或者對，打辱罵唐布，我哋拉曼來上念吧，司咧？幫我點吧，點吧的，念吧幫我點吧個所以咧，經典我哋就會逐卡來漸咧就學習呢。會去展述咧點樣去恭敬我哋供養我哋嘅上司嘅方法。所以我哋要遠大家離呢個記得吧？是，輕咱毀。你不帮我记得吧？对了，听真过了，三千呢，老么的去年年那呢，三届他们这年边呢，天天打到东亚 tops，所以我哋而家用呢個宋詞嚟嘅，我大家的用一個那看的躍起说是呢，大家頭髮者，介紹我們這邊這邊拿了於的，斯生這些月呢，輕毀，的西則夏些嘛訪之娛樂，水平呢，這是常得亞門的師上上的傅怒。嗯。大家搞的说是呢，俺的咁协议，我哋他看到空头按协议，照呢那么個宗喀巴大生意的到停師这里，嘅頌文那么现在因为西夏嘅解釋做，去那么生意的点吧停这里啊，詳細講咧，停这里，那麼了點啥不學了，就那麼的，講到啦，那我如這邊沒得過果我哋看的呢，這個多啊，輕視或者因為那毀謗麼點啥前面所學述嘅呢啲過了呀，特徵嘅特上動呀，司嘅話咧，那麼得了，因為你不就寫吧啊，將會咧那麼我哋得了，過好咋吧長時那說了，間不沒停地吧那說，經驗到沒得啲痛苦啊！當吧那說，停這幾，沒得當不贏呢，俺那大都唄，忒大都。ane 동해의 저와 유미시바 중국어레스. 다 전화도 들으셔야 되고. 呢個叫做輕毀我哋嘅上司咧，而家啲點嘅人先至會犯到呢啲輕毀嘅情況咧？例如話，譬如就大前這個拉瑪蒂涅維呢，俺三個他們就涅維話我哋嘅上司假如唔足夠拉瑪蒂智慧啊涅維切等等，維呢，俺三個他們就涅維住，就會係直接就觸犯咗呢個輕毀上司嘅一個切維呢，三個他們就切維偏遠通過這情說況啦。偏遠嘅隔了三個呢，俺多少頭維切維呢，三個他們就切維偏遠就過來，但係呢，睇嚟多的這涅巴三百萬度切維呢，他拉瑪來呀。ane meba chebe na sange tam ji meba chebe de chibo chere so yin ta wa na ji lama le ya be ji nyeb ju che lama le ya mera 所以 tang 喺呢 ne 部律當中ta 咧，de ten de be ta 我哋 nyeba 輕 shimo 視 shu 上 ji 司咧，就即係輕視我哋一切嘅法律。所以 nyeba shimo shu ji yung ge ba ta na 所以 ji 咧 lama 就 le ya 係 ku be chebe ne 我 phen 哋 shimo 輕視我哋 shu ji 上 yung 司 ge 嘅 ba 原因就 de 係 kan 咁 de 樣 de 嚟 is la 嘅， bi 就係 gyum 輕 zen 視 kan 上 de 司 de 嘅 is 時 la 候，bi 我 na 哋會感 ta 受 de 到非 la 常 ta 之 gyum zen mang bu ye 大 be na 嘅 gyum 痛 zen 苦 ro 咧， jik 就係因為 ta gyum zen 咁 ro 樣，khashe shu bi 因 na 為你當你 jik de 輕 kan 視 de 你 sa 嘅 na 上 be na 司，就等同於 ma shi kena ba 輕 so le 視 de 一 nyam 切 nyam 嘅 ye na 法 me na 例。nga zo shung shung ga li ya ta da me per du sa na sam sam
咁所以咧，同時間我哋放棄呢一種跟住我哋上司咧，同樣如果我哋恭敬上司，同樣都會得到非常大嘅利益嘅。譬如話，我哋喺呢個牧區咧，用一個放大鏡。譬如我哋用呢個放大鏡喺個陽光底下咧，照落去我哋嘅土地當中。因為我哋喺一般嘅牧區咧就冇呢一啲嘅煤氣啊等等呢啲成分，所以咧就會用呢啲靠嘅方法去取火生火啦，用一個放大鏡。所以就靠呢種方法去自己去生火，就靠用一個放大鏡。因為咧喺牧區冇呢啲煤氣啊所以咧好多人咧喺牧區就會帶住一個放大鏡，咁所以咧就喺陽光底下咧用一個放大鏡照住一啲乾嘅土，然後咧就會生火。所以如果你冇呢個放大鏡嘅話咧，只係陽光照射住呢啲乾土咧，係冇辦法令到佢點燃嘅，冇辦法咧生火。就好似呢個比喻咁咯，好似用呢個放大鏡嘅比喻，我哋上司咧就好似放大鏡，咁譬如呢個誓言咧就好似陽光咁。咁啊，諸佛菩薩咧就係陽光，咁而乾草咧就係我哋嘅心，所以咧就陽光咧將呢個放大鏡將呢個乾草點燃一樣嘅比喻。咁所以咧，我哋靠用呢個放大鏡咯。我哋嘅喇嘛，我哋上司就好似放大鏡咁咧，將啲陽光咧放大咧，就喺呢個乾草上面咧就可以生火嘅，就係我哋嘅心啊。咁就可以得到我哋嘅上司嘅加持，呢個菩薩嘅加持。所以咧，我哋嘅上司係俾我哋共同嘅一啲加持。所以從呢個業力因果嘅角度嚟講咧，喺譬如俱舍論裏邊有講到。有四種積集福德嘅福田啦。喺阿毗多達王嘅俱舍論當中，佢講到父母、成法師、最後身菩薩、切非正聖者，呢個輪迴啦。咁喺呢度講到咧，四種嘅特福田咧就係眾生苦難利益同埋功德福田。咁而上師善知識咧，亦都係被説為咧利益嘅福田。咁關於呢一點咧，喺世親論師嘅俱舍論知識當中亦都有講到咧，説法者係屬於呢四種特殊福田中嘅邊一類咧，就係屬於利益嘅福田啦。因為咧佢能夠給予我哋無明嘅盲眼目咧，能夠得到智慧嘅眼目啦。所以咧就係開示咧順逆嘅理，能夠咧我哋幫助我哋成就無漏嘅法身。簡言之咧，
佢係做自能己唔算。夠執行佛陀一切事業，所以因此咧非當然常之偉先嘅，大善知塔布隆識嚟。切嘅，所以咧我哋南塔嘅拿落嚟啊，説法者咧嗯，非常之塔布隆不切嘅，大喇嘛忙不切嘅一的呀，個利益嘅福田。跟着咁是哪個嘛？而喺高不跟着的大師傳記卡在啥呢？當中亦都有那記載。切是旅行那邊三個恐怕透過來就是送過多啊，但定位呢成呢兩百來的跟着來這些，呢光給喇嘛忙不來啊，跟着去哪？對，咁高大跟着去師咧亦都的啥呢？有講喇嘛過咧，忙不切喺嘅，一生一卡的世當送路上，中能夠大的獲得佛這些旅行果的境界。三個四百咱們來嘛到，大的把這這些旅行的三個啊啥的唄，把這用啊搞了好來是的，四百咱們來是，啊這真正嘛，搞所以有來的多。人問咧係咪真實嘅咧？當然呢，大部分係不咪能夠真係是基準喺一世沒來對當中咧就能的啥呢？夠獲得佛果咧？哎，你應該跟着大量修仙，那這個確實有好累積了三個多人咧就會講話，月恐怕只可能拖下係一個腰的速度。可能性等我嚟嘅啫，呢成了三個月恐怕這些累積了拖下腰的並唔關係，就係咁跟着容易。修啥呢？嗯，基準沒來這邊看的說了啥呢？譬如咧喇就嘛輕易的兩百知道，喇嘛虐的摩利亞巴兩百斤，大師尊者咧，佢亦都拆不贏呢，有咁樣吐不贏呢，講過。嗯呢，人成的了三個月就用過來是，人如果係爬到了三個月就具足用過來是，呢啲條件嘅上師咧，同他們埋真係一個叫起碼了具備法器三個月就嘅用過來是，弟子相遇嘅話咧，上等者嘅話咧，就能夠喺今生就成佛啦。呀，當然先給這個如果不背中等者就能夠喺中呀，陰那麼我嘅境界當們不對的中成佛，家呢呀，而主要繼續，下等者咧主要的卡在上，主要就現在繼喺下一世續會，就能夠主要現在的成佛。卡在上呢，但三個月恐如果唔怕拖下能來，夠喺呢啲說那麼說，階段當中成佛咧，說那麼說下來唄，你不繼續，咁就一定說那咧就會落到說去當唄，轉身卡到去地獄出來的唄，那繼道當中。續的卡在來這些，跟着學的啥呢？即係喺呢個教員功德集當跟着中咧，學的，有咁樣跟着學是去見證。的，做紅嘅喇嘛忙起來的，嘎達沒喇嘛的話，就是嘎咁達沒另外嗰喇嘛忙不來，位跟着學。尊者咧，亦都係嗯，當有然是探討咧喇嘛基成佛咧，準根據來跟着必學呢。須要積累福德嘅資糧。基準沒來那邊跟着來的，跟着學的咁啥？咧，這對基準沒來那邊佢咧就看的說了啥呢？曾經向好多嘅加當派上師請教點樣去積聚福德拉資糧美嘅唄，最有力嘅這個順方法。便嘅個性的主咁呢，之後咧，佢那就喇嘛來呀，向請示個羅巴說的尊者請主不教，隨心的前輩咁呢？尊者就回答啦，你來說那麼前輩，要嘛要來這些，依照上師那麼嘅教言，經過修行，基準沒來那邊嘛，同埋以幹來虔敬恭敬心向上師我到祈請，第二個就上第一個上同的呢，埋如法修持喇嘛咧，啥的唄，看出來就咁呢個就說係說那最麼細，說能夠了句吧。積累啊，福德大家呢，資糧嘅別方法啦。這，他說早起麼休息，因為就送一百。唔當啦，喇嘛這所以我哋就會裡啊，話，我哋嘅所以上師咧台灣係最他就是殊勝嘅福田。台水咱們這個吃了樣啊，他自己中國有。所以咧，總言之咧，我哋對於上師生起母語繞了越吃了大嘅信樣，心咧，母語就會獲中了吃了得越真是，大嘅加持。母語他媽了吃了樣，他媽送的話，就好現在似高高那做大師咧，這吃亦都有了其中講過，啥的，做最上等嘅啲羅馬古蘭虔敬母語心咧，其中了就得啥的，到最上等嘅加持；母語其中實沒吃了，等嘅虔台水敬心咧，這個，就得到那中等個嘅加持；吃了樣，台怎麼巧用過來？下等嘅虔敬心咧，就會得到下等嘅加持。他的就是沒來那邊個剛不把它送了的吧？俺忙我把來呀，他這當就是沒來那吧？他不能不去，就是沒來那吧？這個就對上第二年，不然跟這先慢這邊看呢，他就是沒來那吧？台灣開發真是不是多？就係講到呢度咧，就係高高大師見尊者摩利亞巴嘅時候講嘅。咁當時咧，高高大師一聽到摩利亞巴大師嘅名號啊，就已經流眼淚。咁當佢真係見到跟隨嘅上師咧，就慢慢越嚟越真係對佢上師生起虔敬心。咁尊者就預言啦，摩利亞巴係對高高大師有講過啦，預言過你比起而家嘅虔敬心咧，將會有更加大嘅虔敬心，你將會生起。所以咧，如果你係只係加一種下等嘅虔敬心咧，只係得下等嘅加持。如果你真係能夠生起一種最上等嘅虔敬心，
你將會得到極強大嘅價值，咁你就會得到更加大嘅表現咯。並但天拿呢，青年送不的，送俾格里啊，青年送不得了呀，啊呢，就好似我哋講，哪些波不大要你師有咁講讓過，魁北克啊，但先魁北克電腦容啊去，你有咁五月是，亦都但係讓魁北克啊是啊，咁啲個大師亦可多嘞，都講過，上師嘅三種讓魁北條件咧，克啊是啊，肯定是就係是天王之具有先拿俾可不多嘞呀，間斷嘅他傳承咧，不容易卡的送不得上啊。性格咧啊呢，良善同埋大有大所以呢，志風嘅，他看他拉馬來啊，貼不同埋咧拉馬貼不的，佢會捨棄馬呢個多別個，卑劣嘅心他態，呢個拉馬對別，而能夠同成為我是啦，弟子心那氣恭敬心嘅多對象。為馬不是啦都，睇嚟講他我讓當我切實嘞，吃了為我讓切實嘞，多為我讓拖實嘞，是吧？咁所以三咧，年，高博哎呢，大師亦都有拉馬來講到啦。別第十八，就熱血佢肉當，講自己能夠他那對些說生起人以為恭敬心我見的，嘅時候咧，就提到，聽得如果前面呢，認為呢位那拉馬上幾什麼師代表呢？較少，證悟較低，而自己多為教授係更加多，加持更加大，證悟更加高嘅話咧，而只係因為某些關係而依止呢個上師嘅話咧，咁跟住對佢嘅上師生起輕視，或者帶住一啲傲慢。如果咁樣嘅話咧，無論依止幾耐都好啦，都唔會獲得加持，而證悟咧亦都唔會喺身中生。如果咧能夠成為恭敬嘅對象嘅上司，亦都有呢、呢位上司標誌嘅教授，亦都有呢個大加持、大悲心，而呢位高正嘅上司嘅話咧，嘅醫治嘅時候咧，如果認為佢係當今時代真正嘅金剛持佛，生起呢個信心同恭敬心咧，就會將會獲得更加大嘅加持同埋證悟咯。咁就好似講佛陀世尊大乘經當中咧，有顯示過傲慢係非常之大障礙嘅，對我哋嘅功德生起。其實喺呢個《三摩地王經》當中有講到嘅。我哋嘅佛陀喺過去世作為一個轉輪聖王嘅時候咧，就能夠已經統攝咗一切乃至天界。當時抵達到33天嘅時候咧，因為連咧帝釋天主亦都前來迎接喎，所以咧佢自己咧就生起咗一個巨大嘅傲慢心同埋競爭心。咁剎那之間咧，佢嘅神通力就消失，咁然後咧就墮落咗去南瞻部洲而臨終。藉此咧就講到傲慢係非常之大嘅過失。喺《華嚴經》當中咧，關於親近善知識嘅時候，亦都講到首先心態之一咧，就係講應發如隨糞之人心，無矯慢故。嘅呢個表明咧，要保持自己咧係低於我哋嘅上師嘅信心，唔好生一種矯慢嘅心。咁就喺嗰部主裏都有咁樣講過。亦都有講九華巴咧，亦都有講過，如果對我有信心咧，就會生起加持啦。咁如果對我輕視咧，就會往下走啦。所以譬如我哋會諗咧，我同我哋上司其實冇乜差別，佢只係咧有一個特別嘅名號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就已經係一種輕視我哋上司啦。就好似我哋朋友之間一般嘅禮貌啊，都會係相敬而分。係慢慢熟咗之後咧，
就開始那麼嚟互人他不影相之間都響上路，唔再定這邊尊敬啦，俺也錢要嘛，因為見到對方人嘅缺最大多點啊人等等，那麼嚟罵我經過的是，他本來我哋俺就好容易就會生起其實等於能啲去切切，傲慢啊，他心。其實當時都被他咪獨家所以咧，兩個人我哋上上，要這什麼大生要嘛，起對於我其哋嘅實當然都上司咧，兩個開心不起來的話，我覺得點的切切，什麼當官的開心就不了事。唔好噶他們生起恐怕一種就是這個，輕視或者噶他說的是傲慢原定給嘅心，公布了，可是而俺給將自己咧公布了，原定給視為一種出沒價值。低於上司嘅心別人態，就好似公布華嚴普及下邊，經當中第一個出九心路邊呢，態當中咧那過去嘅呢個第一個恰到嘛了，培訓出人心好路了吧？嚟表哦，萬嘅人，但係是俺給其中所以咧恰吧，就將自其中是給己保持原低於點的水上司嘅一種心態，恰到嘛，搞得來啥呢？原點恰吧了，就唔好說生起書人呢，表那原慢嘅心。點恰完，說書人呢，也見着恰吧了，卡了過的啥呢？讓給先恰通過。所以馬當所以咧，卡的有如果我覺得所以我哋要先恰卡的有經濟恰卡的有的通過了吧？進步通呢，嘅話咧，沒生經過啊，所以咧就首先要見到自己嘅缺點，同埋要保持呢個尊卑，同埋要見到其他人嘅優點而向佢哋學習，就有種覺得啊，我仲係足夠。如果我哋會有一種啊，我乜都知道，我已經識啦嘅話咧，我哋就好難去進步啦。如同咧，交通派組織喺呢個傲慢高地上面咧，功德嘅水咧係無法積聚嘅，所以咧我哋要學習一種謙卑嘅心，要睇到自己缺點，同埋見到人哋嘅優點，唔向其他人一樣。當我哋生起一種競爭嘅心咧，或者傲慢嘅心咧，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話咧，原點就是嘅咪嘅頂到，啊你原點也不得說吧，咁養豬也吧，真正去冇個算。太陽，他到點錯個出頭，亞下密族嘅金剛上嘅教法當中咧，成日都會講到咧，如果我哋認為自己係勝過我哋嘅上司嘅話咧，唔單止無法生起絲毫功德，而且咧有嘅功德咧就會逐漸減退嘅。咁呢一點咧就可以係從呢個我哋大乘教者雅洛巴傳記當中得知嘅。咁佢咧就曾經違背過佢嘅上司扎蘭達拿嘅一個教言咧，因為佢唔聽從佢嘅上司嘅教授，因為佢嘅上司咧就講到佢未到一個實修嘅時機，咁佢就冇聽到佢哋嘅實修。咁當時佢嗰個事業係好廣大，有上千萬嘅呢個弟子圍繞住。咁佢咧當時就係坐船咧去到斯里蘭卡嘅時候咧，船咧就突然之間沉咗落水喎。咁其他人咧都一齊墮入水中啊。咁而只有咧雅洛巴獨自一人咧就冇沉入去水中啊。而佢咧以佢嘅神通力咧就行於呢個水面上嘅。咁呢個時候雅洛巴嘅心中咧就生起咗傲。就諗住如果咧神通咧，恐怕咧連我嘅上司都冇嘅，佢就生起咗一種咁嘅傲慢心，即係覺得自己有呢種神通藏喺自己上面咧，就諗佢嘅上司咧恐怕都冇呢種神通，咁就喺呢一刻咧，佢嘅神通就立刻消失咗，而雅洛巴呢個時候就沉入咗水中。然後之後咧，佢上司扎蘭達拉咧就喺空中咧就觀察到，咁雅洛巴咧就向佢嘅上司慚愧，
别些开始做不小事。这咱们呢，俺叫我起码了，所以佢瞧我们都上司多了，也就其实送話了，俾佢聽，等这个逻辑就如果你啊，今生咧雖然但这个唔能夠獲得最高俺说的嘅成就，假给出现这个逻辑的，但係如果咧但俺是朋你去友出现，試作一啲論點，到了其中没在得那世咧边弄了嘛，亦都會能夠獲得更加高嘅成就。你的德文你是就送咁了了，呢度係你们德有一文的他啲相關歷不那么些的，但史嘅記載。我德文的人兄不的，但俺的其实没得那边个谁托你的。咁蒙羅但巴編寫人有兄把的其他主要的大有兩位话都有弟一边子，突击写的这一位的，就係常常这个，那麼其嗰個大實裏邊師，寫了另外一位馬賽不就如同寫的吧，月亮一般干了嘛嘅年不寫的，雷然後別聰爸啦。結果落下，聽這個邏輯，但係咧，佢日你的嘛，曾經亦幫他去，都對於佢上司馬亞巴編寫咧有好多但係呢，終極水唔平的恭敬價值。嘅行為，或者去違背俺那佢嘅聽起教義。日中吧，但日中吧，咁家了其聽下些中一片吧。次咧有故事現在就係、日中吧聽起大家了全呢，地步把啥都不想提咁供雷聰爸咧曾錢，經去俺那沒進過印度好多次，出嘅嘛，這種咁佢就去錢呢，拜見俺那迪布巴，裏面看着缺好了啥別個，缺當下唄，咁身邊佢咧就有個虛呢，去俺那去老配去拜見呢家了位去老唔配知做乜蠻家了，嘢目的吧是多多啊，目的吧是咁就多多啥係呢？俺那目佢的吧第一個，俺那日去中吧到了看了，呢個無實之空日行冇中吧了呀，但法門叫他之後咧，朋友跟主要的多是，俺那朋友跟主就要的返呀。回俺那嘅路途當中咧，就前見到位外面大叫他道。點把人家別什麼小的，咁呢位外道就同佢講啦，點把人家別什麼小的，你要俺當然去先說前往別，西藏，還是點把同埋送啊，去弘點把揚人家別什麼持小不做守嘛，以點把其實法送啊，三種方式，點把送啊的前邊個當啊，俺的同埋經驗是，咧要你叫人了別護持沒得沒啲佛法。不記得，你都叫人了再多是有別，俺覺得你當啊的叫人了再小了咁多，我咧就有人一個家咁三個多樣嘅了是不是教法咧，三個多了錢呢，呢，絕對有人必要家把的三嘅。多是有不得，俺框了呀那一個，那如果呢？你要嘅話咧，我可以好的，俾你。不小隊嘛是啊，目的不咁的個所以佢就同佢講啦，小如果你有啲金隊呢個，嘅話咧，大團就隊嘛，俾我啦。這個突起立面咗，啊，突起立錢，哎，咁雷日中吧聰爸咧團不要就吧，將一啲老派人，金咧就咁比俾佢，如啥呢？就換嚟咧那麼佢呢一個幾句，他的長教法。話窮靈咁就山學呢一個七日我嘅黑怎麼啦？學嘅兄弟就咒術啦。啥呢？那麼幾句嘅性能了呀？咁然後佢真係咧就繼續倘不去日中吧前往西藏。的呗，寫個缺點呗，咁當時莫乃亞不捐者咧，正就係喺呢個啱啱停臨嘅閉關當中，而喺佢個景象當中咧，雷聰爸咧原本咧如同發光嘅水晶佛塔咁明亮嘅，但係咧就求學咗呢個外道嘅咒術之後咧，咁就呢個水晶佛塔咧就唔見咗啦，本身就好明亮嘅，咁然後都變成咗呢個如時空般嘅紅風暴啦。咁佢就知道啊，先至咧知道雷聰爸肯定有一啲不妙噶啦，咁有好多不安嘅心啦。咁亦都佢去前往呢個唐巴莫城嘅成員當中咧，去迎接咯。就係佢呢個平原咯，唐巴莫嘅平原啦。咁尊者就因為開始又覺得不妙，就去到呢個地方。咁然後呢個時候咧，佢哋知道人咧就彼此看住對方。咁夜總爸咧就諗啦，我從印度咧獲得呢個咁珍貴嘅教法咧，上司都未迎接我，呢個係對我嘅尊重。咁而因此咧，佢生起咗傲慢心。咁當佢哋師徒二人咧喺山坡上面去相遇嘅時候咧，咁佢亦都冇向上司行禮，而係冷淡咁樣去企咗喺度。咁然後咧，夜總爸就問啦：上司身體好嘛？咁然後咧，
那么你公个想法就問佢真得不安係好問，允許的話，公因為咧个得不馬來允許巴就的啥，係日中别冇的行禮嘅，公个没得抗馬來巴辩事情，專者咧我的松度，他的我的畜牧化些，反正公个没得對中國抗辩是啊，行禮，那就把了没得都要抗辩好事情，冷淡咁他企咗喺度。人我松下。咁你中國咧就問佢哋但是呢，日係咪好唔中别个，那好？么基准了呀，但俺家下来呗，家来嘛不是交起家下的钱。哎，那里面看着全国的这些个，网到当晚呗，什么也不咁然後咧，得说呗，连馬來巴着虚，專者就等那對佢嘅些的呢，不得来的唱咗首也是，道歌去等那回應佢嘅就啥呢？問候啊。那全的说，回來咁呀呗，你中國咧就起来對佢同给不用啊个事講啦，钱都，我就哎呢，從年了呀，印度咧那么基准看上个这谁就帶钱的呢？翻嚟呢一吐了個全个路的無實嘅名头，是吧？空頭冇翻嚟，啊，全的说让开个吐了就請你全个路睇下咧，的名头，就谁了那？有冇對西藏有哎，那益嘅？其实也不多讲别呢，你得了多少如果係嘅話咧，缺德的、俺说的多少請你事情得了呀？為呢個把这法本進人行堂这么下開落呢，从大到的，你个缺开样没得了呀，这个电视机得了呀，把这人堂这么几当得了呀，把切断这么就拿到那咁所以咧虚的嘛。佢就嗯，这就是啥呢？所以嚟講白咧，就希那望咧么这种个佢係同都讲了呀，印度帶他嚟嘅法咧，日中把这个家的这誒亲戚全去到虚嘗試咧名，咱们希望俺家是不是见到光钱呢？帶嚟哎呢，一啲嘅日中把他俺家把其他去回要嘛應啦。的这些，俺家叫啊，我送咁下，但係咧，馬來巴我大師咧送下，哎，見到那么這種人生嚟日講白中別的，嘅呢種家下呢就別傲慢是心啊，拆不康，咁夾不所以咧佢就落路呀，拆不得馬來的巴咧就多多就唱咗幾多啊？一首提，哎那歌那麼隨嚟講白這種個傲慢心南切，哎嘅腳步嘅道歌，全上的是，哎日中不講，他人不家下然後咧最難嘛，好快咁哎咧就你家來休息將下，家嚟講白來下他經車全些，咧哎你快啲咁樣帶走離去啦。家來下他全，哎你提講了呀，覺得咁因那麼幾為嚟講種的白咧長途跋涉講。就已經好有攰噶啦，無所謂啊，我是不是也為就是那麼我是不是因為偏為跟唔上這佢嘅麼些的上司，但這麼些這些，俺這就是咱日中別個上廣播了呀，他眼個當啊，咁就嚟講白咧別根本咋什麼的追唔這開上啦，行，因為佢家下的最喺好開行的，遠嘅印度翻嚟，他講所以佢已經給好攰啦。通隊的說佢佢當晚上司突然的說的呀，間走咗，通隊沒把你引進嘛的，通隊沒，佢趕唔通隊上，也弄到咁了的所以嚟送講白咧心想啦，啊，通隊把嘛的，通隊沒弄到我的送上司咧似但乎就唔是其他想要我就通教法，南裡面不去。就通但係咧就隊其他面帶走弄到的咗我法送都是，但你本，呢呀，你個別咁然後的時候呢，那麼這個都是，大為概這咗啲咩？一呢是，大其實俺接了呀，要如果我不馬追唔上上嘛，佢嘅話咧，俺那啲別的佢亦都會時候上嘛，唔會團隊沒得將佢法哪想呢，本咧？別說個的上去，俺那南上要不有多啊，俾一啲接了唔南上相關嘅人有些，咧，俺那大白的修咁羅呢，然後佢但又你個往到當追住晚都是過來馬來巴大呢就講師，過來也別錄取的都是虛些，都修羅咁跟呢住就就啥呢，俺叫佢等下等下，把它。我係好辛苦從印度帶嚟嘅一個那麼基經書，準都是日中不顧錢，啊呢，咁日中不然後追住顧錢上司咧呢，就咪但唱住咗一個道歌，人家我送錢，咁叫他佢馬來巴日中不大師咧叫他們，就等咗那麼一陣，第五把上就下東不仲埋這為因是咁休聽咗息多些佢呢，第五把唱嘅一漂個道歌，亮啊，這把錢也是，啊呢的，一等多是旁邊這是那個多啊，一等多是旁邊的然後咧馬來巴大漂亮啊，師亦都如魚唱咗一首的是啊，道歌去回應可是李宗博，我現在馬上呢，認不認識，這些的我送咁然後馬來巴大師看到就前呢，大講啦，講那麼你的那你去，李念到宗博咧同他們冇白當司呢，法咧也配就是啥，嘅人家關了呀，係咧日中把講了呀，多是係那麼多好好。了什麼的，多是個講那麼多年不如介紹，那麼多咁年不看見然後咧，就啥呢？但其他我咧民事同支缺乏付寶嘅呢，關係其實比起民事大說你缺乏李總辦現大說呢，同支付寶嘅關那係咧係個更加深。搞出來這缺牙什麼的就能與多是而如我咧常如同金前庸面搞了呀。佢冇相處嘅時間咧，比起你这李多啥呀？總辦咧，多其實多是更加没把长的要嘛長久。的是。但你个那么的了呢？真这个别多啥的，怕咁是然後師徒兩人咧就抵達咗呢個搞出来，唐班莫嘅平原啦。广大几里啊，第咁三呢個時个别啥子候咧，也不去，李看不也總辦咧又不去，生起咗個读書也惡念。不去，要嘛的是。哎，咁那所有对嘅修行人當中咧，不律的单位呢，别我唔理幾咁優秀哎，咧，物质的都水總會有一呢，啲良食亲不供養。能去抢，搞出物质的水果，而我咧，從呢個印度帶嚟去了么咁多寶貴嘅教法咧，常人经济什么的，但係都連招待都冇。亲不能去抢。
哎，你热个几了呀？恐怕咧就連1晚嘅住热个几宿都个米色冇啊！被刚上街呢？哎，你得修不得是。咁但他都不當佢都光出不望住托不因佢素不多的，上司嘅身出不特體咧，別大呢，他都不懂俺接嘛，算是。但係我呢，藍杯色嘅，来年吧，同埋记了好瘦弱啊！出多个當時名大下吧，我見證。天天的印记嘛的吧，咁佢同埋咧，米这个，还是说佢这頭髮咧来年非常之凌长亂，这个菜米几凌年前的，亂到可以出多个作為一個名大下吧，枕。天天的印记嘛的吧，上上了这，天天个南东咁年吧的佢同见，埋着大家过住一多这个件咁什么嘅棉衣没咧，就有下的過吧，一生啦。可能是等于个朋友呢，家下呢，家来修剪就去咁但当晚係咧就咁去就是得樣為了呀，死而獲得呢，成就米勒的的人，那个亚西达嘛那，得了呀，而叫人给我切不的呀，以前咧就乌西达的是未曾見。给没送钱，他多多是咁就蛮多從爸就多多的，諗啦，就是那边子得过多身旁多这个马爹吃药了吧？哎，第一个真的吃药就是俺过去什么了，没听过真天呢，所以咧，啊，而統爸就喺年了，度胡思那麼亂想啊，之前的看因為佢这一呢是吧？我不係從好掌握遠嘅这么些年印度纪了，出多个翻嚟，名大下吧，天天的又好一嘛的话，攰啦，上上了去，天即係天个開始就南东也不諗好见的哇，多嘢，天天開这里呀，始諗路都，我呢位上司係咪真係一就是米的位成这边给，就者？哪个了呀？哎呢，亚个啦就是年多，亚个啦就是佢年就真係啥呢？覺得哎的，基准给，諗法啦，能源蛋白类呀。美佢冇咧国嘅 係 North 跨越地区用嘅这些，真係一位成就者天天那嚟嘅，邊路只線要的，係一個現在只去爬係親戚，一位亞個啦遊民就是給你嘅成就者而止。學送多，咁佢就諗咗好多他人呢兄別上面啲拿了了，胡思俺那亂想嘅麼的呢，時候咧，別參參的喺呢個別時候就別佢就發現咗扛了呀，胳膊沒一隻這些無送過來，牛嘅角啦。咁然後咧就參參了呢，聽到佢大別上司就講，他的能源蛋白類呀，去。見過差的就適當吃的多的，沒見過差的就你得把吃的多的咁就叫這些，佢咧，啊你攞去啦，蛋白質些要的，天然性些，你打被，但你就亞個啦就得開始吃過來三千，攞起呢隻黃牛角啦，米了來到時咧吧的呀，你就會有了用嘅，如果你亞個啦戴上呢隻就得開始吃牛角嘅。過來，3年明年，然後5年明年，得來楊把有統爸就些諗啦，許多啊，我上司得來這種給他，講我咧，叫得是我咧就這個的，其實唔知乜嘢都唔需要審嘅，查給要嘛的是，點得來解又要叫你。我戴呢一隻蒙牛角去这个走咧？网吧的规备推荐用的，咁覺得好肯定需要奇怪。送多。但对肯定用咁就的啥呢？個好似咧，有時咧人兄把的就有啲压个啦，就的講法咧，平就叫做年是咱对没多。走但是老咗咧多数的就肥啥，氣大啦，咱人兄不人要的，老咗咧俺压貪力个啦就大一樣。的讲确实嘛的，当然给多少嘛的许多。然後就但是問啦，呢，呢隻蒙那麼牛角有咩記住，用咧？又多是唔食得，多是又唔可以着，多是。因為真的掉糖不，嗰個。第一个不了糖不就南瓜的糖吃的长么就叫的是。天天进来跟住咧，路再多的，問咗一次嘅上真不司咧，同些提前，推薦了呗，真不同些提前。姚哎，那統爸就問塞拉我得修當，邊寫，係塞拉咪真係帶全部走？咁修當的，佢塞拉上司可能都仍然係多多覺得我可能要哪邊帶走啦，我是的，塞拉全部修而當的，到時咧路多。就會有需要就會用到。塞拉全部的那當然的，人兄弟壓個啦，就得那個把有些，呢個咁是吧？細壓嘅個啦就嘢咧，讓就得有唔會些個成為你配合觸什麼的，配合到你什麼啥呢？有需要嘅時候但咧就會塞拉修全有用。部修當然的配色空沒然後你的過咗一些些，陣咧，南上邊無動的修下。烏冬年，南山烏冬的休息，那麼他卡上搞下錢嘛，就光三路當可能出門的話，就咧南就山烏冬的統休息。爸就覺得呢那度真的多數唔就是係好塞瓦的凍，多什麼窮心不的吧？窮咁就窮的山，那麼講的上司咧就同佢講再等一也當陣啦，嘛得就切切，那帶住佢啦。麼考完的，現在咱那麼考一面的程度啊，咁但是正當佢亞菜馬菜呢，行緊咱的嘅時候咧，沒年的是那麼幾種。天天空中咧就烏雲密布嘅，那真突然之間，的起來呀，咁同埋唔估計，落起雞蛋咁大嘅冰雹。讓行啦，都不是這個也不是，考的是。咁當呢個時候，爺統爸咧想將呢個蒙牛角去逃跑啦，攞住嘅時候啦，咁咁然後咧佢就一直咁樣跑啊衝啊咁樣，咁亦都唔知道佢上司係個邊。咁當呢個冰雹變少嘅時候咧，佢就去揾佢上司，但係咧完全揾唔到。但係突然之間咧，佢聽到一陣歌聲，
咁就好似基準程係度嘛，從嗰個無王國附近傳出嚟。天南的亞個人說的過，這麼的差不需要了，早晚的本部的咁小的，佢哋咧就這麼發現呢個差些波斯就嚟自於差無王國差發出嚟，麼也是的確了呀，哎呢，然後佢就喺度諗人緊佢熊不可是，究竟係那麼咩基準皮嚟咧？給修掉了，然後佢就修過之後攞起呢個嘛是等到被無王國，然中之後國的國貼住喺個要個在牙石上面，的修掉了，要個在的邊別個還是這麼的在去修掉了，咁哎，佢就這麼在望呢個去，哎呢，人無王國啦，熊不了呀，然後發現呢個無王國咧我冇說不聽他多多的箭頭，開始啥啦。人不叫人個大話的，三三拖木多，三咁三的然後咧馬不多。馬來北邊者亦哎，都冇叫人個講的，見少到，三三但係咧到佢四不也別就用一說了，三個三四不沒身體別說了。金剛叫人個瑜伽柔腳不的，軟彎三曲之後咧，三的這略略一別說了，三三的這就喺呢個無一別說了，王國他呢個們馬不多狹是，小嘅空間當中。點點名都是。但俺覺得亞咁拉就拍然後呢個攝的了呀，時候咧，俺馬來巴點都是。勒斯就亞喺個拉就無王國拍攝的，當中咧，就對啥子住日本切都是，叫人白一上點小是，嘅做過。點俺你們都點都是，送多。咁然後呢個做嗰個人內容咧就係講兄弟，日本白，你見解俺的時高時低，拉巴的時收咧南罗区域那边的大時姐，清晰拉巴的時根据模糊，啥呢？拉贝南国花然南行罗的為咧马塔時而的是，緩慢時聰明。看的跟这呢，上面看哈的是而那些南我喺呢個上的無王少得多，國地區地方，少得些，他講的下過的區域的，這少得的未山，嚟到呢個那些無王國呢，搬大那麼就地方嘅。壓了就南羅的就起落了呀，拍些，哎呢，啥子啊？南個來了，十幾千日本白咧南上，騰機真不吃就心想地腳知道吧？真不吃地腳的買不下去，手臂能真不唔成我把能夠進地呢？入咧？你們查那然後佢就邊下試圖咧就轉啊，入去，你們查那邊下人就啥呢？哎，南咁上騰機佢點知咧連手臂都南沙就是啥麼了？塞嘞，無法人勾翻兄弟出嚟，南沙被塞嘞東那邊，咁亂不亂家佢就喺度諗啊，查掉了？今日究竟係我到咩事？底南沙然後佢就人為就是唱咗講呢，一首啊，都是傳的統嘅學動作。過來是的，你不要那麼嚴格。現在他的的是，人兄不講，都是那麼來啊，然後咧，那麼多從呢年不給，從呢個無沒給王國給不影響。當中咧出但翻嚟，講的都是亞個是然吧？後那到向天空一亞個的望咧，生活，那麼烏雲基準嘅，咧就立這即塞爾巴瓦的，散開，出現咗明亮嘅陽那光。麼基準嘅塞爾巴南意思吧？然後佢現在哋兩講大家個人咧，給不上個司徒的，二人咧幹啥？就開始晾乾佢嘅衣服。基準的那邊個，羅伯拿錢呢？打工幹說嘛？地產了吧？幹啥？當時咧，俺佢哋給叫俺司徒說，兩人咧你拿了吧？就但繼續喺嗰個這幾個車嘛，地方停留咗一陣。這人兄弟那當然咁嘛，呢個就不要啦，係這佢哋嘅一拉美加個其中價的，一個基準米司徒的那邊之間嘅基數啊的一個故事。馬街不些，馬街馬街數啊的呀，咁前年日本白這個故事咧，亦都路用我的，佢唔哦，止那你一次去說這些生起呢個很大，傲慢同埋違背佢上司嘅他說命令這嘅，這個他說有好拉美幾干了麼子次。影響，靠通訊永久什麼的，可能要公安忙不車位路遇，忙他需要的，那他們的什麼好吃？那說，大把這今日就這個是大概上下講到呢下這麼肉，一度。其他的大個沒忙不其實佢選星期多的呢，二大到咗好多這個是上嘅下下這麼肉，就星期忙不的下爽，就那說。講到呢度。